讀人哋嘅故事，揾自己嘅答案。今日我哋講理性與感性。故事圍繞達希伍德家族嘅兩姊妹展開。家姐叫做艾洛琳，係理性嘅化身。佢沉穩、克制、有責任感。佢中意咗溫文爾雅嘅愛德華，但係愛德華成日吞吞吐吐。後來佢更加發現，愛德華原來早就同一個叫做露西嘅女子秘密訂婚。面對呢個打擊，艾洛琳冇大吵大鬧，而係選擇用理智壓抑所有痛苦。為咗唔想家人擔心，佢一個默默承受。而妹妹叫瑪麗安，佢係感性嘅極端，佢浪漫、熱情、衝動，對風趣英俊嘅艾洛比一見鍾情。兩個人一齊讀詩、彈琴、雨中散步。但係點知艾洛比係一個自私嘅浪子，為咗娶有錢嘅富家千金，轉頭就狠心拋棄咗瑪麗安啦。瑪麗安接受唔到，放任自己沉溺喺悲傷入邊，結果就大病一場，差啲連命都冇啊！而喺妹妹身邊，其實有一個默默守護佢嘅人，佢就係布蘭登上校。佢成熟穩重，明知妹妹唔中意自己，但係從來都唔會強求，只係用行動默默陪伴。小說入邊為錢拋棄真愛嘅情節，其實並唔係偶然。喺作者珍·奧斯丁嗰個年代，婚姻幾乎係女性唯一嘅生存出路，而男性嘅繼承權同埋財富直接決定咗一段關係嘅命運。書入邊所有嘅愛情糾葛背後都有一把無形嘅尺，就係錢同埋階級。故事結局充滿命運嘅捉弄。愛德華為咗守住同露西嘅婚約，俾屋企人剝奪咗繼承權，結果露西一見佢冇錢，即刻轉軚，改嫁俾愛德華嘅細佬。於是愛德華重獲自由之後，即刻跑去向艾洛琳表白，兩個人最終終成眷屬。而瑪麗安佢就喺鬼門關走咗一轉之後，睇清現實，思想變得成熟，最後接受咗一直守護佢嘅布蘭登上校。故事講完啦，情節好簡單，但入邊有好多嘢可以討論。想睇完整深度分析，請睇影片嘅連結。